最近馬斯克就喺哥倫比亞電視台嘅訪問上面咧，表示到一個震撼嘅消息，就係作為佢離任咗效率部半年之後，就表示到如果重新嚟過嘅話咧，佢係唔會同阿特朗普嚟到合作，佢會專心嚟到投入自己嘅公司，而唔會同特朗普搞呢個什麼效率部。2025年啦，喺今年年頭啊，就呢個雷厲風行嘅效率部呢個 DOGE 做過啲乜嘢豐功偉業呢？表面上咧，其實就為呢個美國嘅政府嘅臃腫嚟到去慳錢同埋削減不必要嘅員工，其實背後絕對唔係咁樣，係滿足緊特朗普同馬斯克合作嘅一啲圖謀。而馬斯克自己咧，佢亦都各懷鬼胎，佢自己有自己嘅盤算同打算。特朗普亦都不是省油燈，利用同馬斯克嘅合作咧，亦都要達到自己一啲圖謀。